鏡頭換來到屏東，根據統計，24點鐘的累積雨量上懸是已經超過540毫米。內埔、新園等所在嘛，攏有同步積水的狀況。因若枋寮的冷霧河水嘛，淹要到腰遐懸，互農民要哭無目屎。雨落無停，水嘛退袂離。屏東連續落3天的大雨，連東港主要道路中正路水嘛積到腳後倒懸，民眾只好撩水買早頓。有車輛看到水傷懸，只好駛翻頭。嘛有電器行水淹入去店內，骨力台頂起機攏泡着水。頭家半暝4點就趕緊起來刷位，無奈表示即屆比6月25佫較嚴重。應該較嚴重，係啊。啊，你即擺進前水無別，即屆水攏別來啊，有咧報銷伊啊。啊是哦。係啊，因為為進着水就袂使歹啊。安尼損失，好有損失差不多偌濟，你講有？歹算，可能佮甲進前相共吧，進前損失到30-40吧。我們早上5點來的時候就已經淹水了，只能這樣子而已啊。他什麼時候水會退啊？很無奈這樣子。對啊。烏色轎車吊到板車頂懸，準備再去修理。新園的港西村積水嘛是超過半粒鏈啊！對於下晡開始，屏東地區大雨就無停過。地處較南邊的內埔、新園、東港那邊，攏有通報道路積水，甚至淹對厝內情形。枋寮嘛有冷霧園淹到要腰部，農民前幾工仔才摧毀落去，結果水袂退，預估損失要60萬左右。這就有誒，橋啊攏爛去啊，土起來怎麼算着水啊，就爛去啊。啊，頂月6月有嘛是頭到遮，啊，即件咧較懸小可，禮拜4吹我咧，啊，真已經4天啊，啊，你一禮拜遮的水都還袂退。受到西南氣流和低壓帶持續影響，屏東縣政府23、24攏停班停課。根據統計，屏東24點鐘上懸累積雨量超過540毫米。縣府表示，這屆大雨總累積雨量，山區上懸馬家鄉測到1135毫米，平地929毫米，接近屏東縣規年落雨量的一半。提醒民眾無必要唔通出外，注意安全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